凝聚空間與落散聚，如燈影攝中味蕾，軌跡界定伴隨。各自革命，盡知是像共鳴。何謂天選？邪惡似孽緣，亡靈聚集，眾神力戰生存。太極公轉，起伏百年，輪迴結局掙扎，傷口會被看穿。全新奥利奥点亮梦想系列，想看世界，想当公主，想摘星星，想要更好吃，一口双重满足，好吃好玩。奥利奥点亮梦想系列全新上市。我哋就嚟要見面啦！王爺啊，山上風大啊，你而家嘅病情唔可以再凍親噶啦。如果唔係王爺15年前夾硬請神，令自己元氣大傷，都唔會搞到而家咳血啦。呢幾年我哋都老啦，下個月你去南中平叛，唔好再好似當年咁情不付之勇，記住未啊？王爺放心，我知點做噶啦。呢幾年你越嚟越有主意啦，聽講你近排偷偷地教人靈習武。哎呀，教少爺仔一啲防身本領啫。係王爺，我份人啊出名心軟嘅。少爺仔啊係咁哀我，咁我咪啊。王爺啊，南中嘅叛軍點解要徵調我哋南庭嘅人馬，仲點樣要主力部隊呢？呢次調令十分蹺蹊，任將軍務必謹慎行事。啊，王爺喺南庭都要多加小心。如果真係有咩變數，最多我殺翻嚟。呢個係咩地方嚟噶？仲有幾耐到啊？啟稟將軍，前方發現大量我軍殘屍。大人，嗰啲屍體唔會係包圍佢哋！反賊咁犀利，你仲敢反抗？將軍，你唔好再咬啦！唔咬，驚我會唔記得嗰個畜生做過嘅嘢。午時已到，隱停！行刑！你狼子野心！千歲！你不得好死！師父殺兄，陰謀篡位，王爺點會生咗你呢個逆子？任將軍，你親眼見過佢師父殺兄咩？你嘅記憶入邊根本就冇呢啲，呢一切都係聽其他人亂講咋啩？所有人都死晒，淨係得呢個畜生未死。如果唔係買夫求榮，佢點會未死啊？瓜婷，任將軍唔喺度嗰陣，南庭究竟發生咩事？
我知道你有苦衷啊，但係如果你唔講嘅話，就解唔開呢300年嘅恩怨噶啦。首先，佢罪該萬死。任將軍，我的確係罪人，但係當年南庭隨即發生嘅事，比你所知道嘅更加殘忍。少爺，呢個就係你為王爺準備嘅50大壽壽禮啊！裏邊係咩嚟㗎？暫時唔講得。走啦，我哋快啲翻屋企。少爺，行慢啲啊，等埋我啊！少爺，你係咪又生高咗啊？係咩？老夫欣慰啊！不枉我每日為你煲湯滋補，又教你識字斷句。我一定唔會辜負王爺嘅囑託，誓要將你培養成為國之棟梁啊！係，灰先生辛苦啦。不過，既然要成為棟梁，咁一定係文韜武略兼有之才。點解我？阿爹，孩兒點解唔可以習武啊？文臣先可以輔助君王治國，而武將只會戰死沙場。咁，兩位兄長呢？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隨行。好詩，好詩。你哋而家吟咩詩啊？廷義，我瓜爾佳氏世代武將，應該出翻個文臣啊！點解偏偏要我從文啫？我都想習武啊！任西聶唔係一直偷偷地教你武功嘅咩？唔好話俾阿爹知啊！咁你要求下我咯。少爺啊，點解你咁執着，一定要練武呢？因為唯有習武，先至可以好似阿爹咁保護你哋咯。少爺啊，其實王爺唔俾你習武，一定有佢嘅理由嘅。王爺同我哋只係想你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咁先至係最重要噶。萬幸啊！15年前凶險嘅嗰一晚，你都唔記得晒。王爺唔俾你習武，係希望瓜爾佳氏可以長絕啊！哇，好墟冚啊！係啊，就嚟除夕啦，成個南庭都會張燈結彩噶。誒，呢個走馬燈畫得靚啊！上面仲畫咗南庭城嘅傳說添。傳說好多年前，此地橫生一妖孽，後嚟聖上派遣王爺官封鎮南王，南下此地駐守神龕。王爺率領眾將士將神龕掩埋，前後15年，終於喺呢個地方起咗呢座南庭郡城。嗰個神龕而家就喺鎮南王府嘅正下方。呢個傳言嚟嘅咋，聽下就算啦。我哋只需要知道王爺威名遠揚，有通天之能。以前嘅蠻荒之地變成咗而家呢一座富庶之城，全部都係王爺一點一滴嘅心血打造出嚟噶。所以，少爺啊，王爺佢咁痛錫、咁器重你，你一定要努力啊！未來就喺你嘅肩上啦。放心，我一定唔會令你哋失望。走啦，再唔翻去，阿爹要擔心噶啦。
乖女，你做咩喊啊？我見到嗰個人嘅未來。翻到啦！大哥、二哥，你對邊啊？前門嚟報，陰將軍翻咗嚟。啊！我哋諗住帶一隊兵去迎接陰將軍入城。我都要去。你今日嘅功課做完未啊？跟住父親又要查你啊！我哋好快就翻噶啦。大哥，陰將軍唔係早幾日先出發啫咩？點解咁快就翻嘅？去睇下咩情況先。暫時唔好驚動父親。唔帶我自己去咯。走，快着盔甲。少爺啊，你邊度有盔甲啊？大哥偷偷地俾我噶，我就有二哥俾我嘅劍啊。今日做乜一個都冇翻嚟嘅？其實細個嗰陣，佢哋就偷偷地教我武藝，大10歲，佢哋就已經唔夠我打啦。係佢哋專登讓我嘅啫。阿哥，教我舞劍。我係屋企入邊最細嗰個。仲學唔學啊？要學。咁我哋慢慢嚟啊。阿娘因病走得早，佢哋每個人都好錫我，所以我要更加努力先至得。唔止係習文，我仲要練好武功。只有變得更強，我先至可以保護大家，保護阿爹，保護我嘅兄長。嚟啦，小人亭！阿哥，你哋出句聲啊！殺人啊！鎮南王三公子殺人啊！你哋亂講啲乜嘢？少爺，快上馬！大事不妙，我哋快啲翻鎮南王府！快啲走啊！做咩？發生咩事啊？城中突然間嚟咗好多士兵，見人就殺。佢哋話要誅殺反賊鎮南王啊！冇可能，少爺唔可以再翻王府啦！你聽我話，去後山匿埋先啦。冇可能，你振作啲啊，少爺！大少爺同二少爺已經，你唔可以再出事噶啦！而家王爺就剩翻你一個仔啦！阿爹。我要快救我阿爹！走！唔好啊！等陣啊，少爺！少爺！少爺，你翻嚟啊！公子捉拿反賊鎮南王！死靚妹，你盲咗！阿女，快啲走啊！呢個係反賊嘅三仔，捉住佢！懶開！王爺，比起其他家族，瓜爾佳氏就多存在咗15年，如今都係時候啦。哎呦，邊個翻咗嚟啊？一眨眼都咁大個啦，仲記唔記得本公公啊？阿爹，你冇事啊嘛？
睇嚟你係唔記得咗咯。15年前，本公公幫你父親送聖旨嘅時候，仲見過你咧。出邊都係你嘅人？唔係呢？本公公係捉拿反賊鎮南王嘅欽差大臣。我殺咗你！你呢個閹賊！放低把刀啊！嚟，捅入嚟，殺咗我啦！如果我死咗，咁出邊嗰啲人點算啊？跪低！上下40幾口人，咁就死梗咯！似夢怎沒過，怨恨過自我，劍下眾神共鳴。聽見愛怨聲，被問告殺聲，軌跡挽落宿命，看不清情形，獻身分裂過程，血分宿命，8年罪名甦醒。已經眼睛失去光，已分不了色，黑影壓緊心靈。共你看清我命數，決心再面對神秘人遺下蹤影。漆黑裏風景，天空沉明，被現在神末世的神明無止境，無畏生死，始終渴望信念如初醒。呼叫聲，心跳聲，溫暖氣息像泡影。望向有反應，路過小徑，從不會喊眼睛。看不清情形，獻身分裂過程，血分宿命，8年罪名甦醒。已經眼睛失去光，已分不了色，黑影壓緊心靈。共你看清我命數，決心再面對神秘人遺下蹤影。漆黑裏風影，天空沉明，被現在神末世的神明無止境，無畏生死，始終渴望信念如初醒，會醒。殺咗我，生存落去。